由台南市中小企业妇女协会主办的繁华入梦时光晚会，伫永康举办，设开40桌，结合复古甲现代元素，100名女性会员穿着旗袍，展现出女性优美的风采。那我们协会呢，是以中小企业的女性经营者为主要的会员群体。那我们致力在提升他们在事业中跟生活中的能力，营造一个共荣发展的这个社群，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、人脉资源以及职业发展的平台。该协会拢会定期举办讲座甲活动，希望透过互动康社交，扭近会员之间的距离，提升女性的正能量，鼓励更加侪妇女勇敢追求家己的梦想甲事业。我们协会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我们的协会。今天我们有朗诵比赛。然后姐妹们都跃跃欲试，这里协会是能够提供我们成长跟发挥我们无限潜力的地方，所以台南企业妇女协会值得大家有兴趣的都来参加。协会理事长感谢所有认真参与盛会贵宾甲会员，表示透过这场晚会，期待会当促进协会发展甲社会进步，同时彰显女性在中小企业当中的重要角色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